来看是这个艺人黄子佼，顶个月被指控捌对少女来性骚扰。虽然马上就出面来道歉，但是当时伊嘛情绪失控，自我伤害送病院。代志发生到大满1个月了，黄子佼透过面册写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，向外界来讲伊的心声。伊讲伊当工啥物物件拢袂甜咯，甚至互救回来时阵，阁问伊太太孟耿如为虾米要甲救。黄子佼讲，如今终生晚1个月。伊认为家己已经蜕变，变做3.0的版本。伊讲伊会带着爱继续来前进。讲其实哦，今仔日是伊的太太孟耿如的生日。伊感谢太太这段时间不离不弃的陪伴。伊讲伊刷落来做一个好翁婿、好爸爸，无的确就是上好的生日礼物。那是一个很难叙述的心理状态，我自己也不喜欢那样的自己。重点是。我什么都不要了。一日拢吐讲家己心内话，黄子佼每1个月想到6月19，家己什么拢无爱，刷到去孟耿如该救回来。太太貌似产生了心电感应，中午根本没有看露出影片的她，突然匆匆忙忙离开会议，然后找到不在家的我。她事后说，当天她用蛮力破门，稍作检查后冷静通报，接着在我耳边呼唤我。2万字的文章内底一直讲到家己什么拢无爱啊，互救起来时嘛想要问是安怎要甲我救，规头壳拢是要毁掉，就当作毁掉的想法。所以当时嘛伫咧影片内底写人刷野了，对这件代志伊嘛来做出回应。时至今日，我在此也要郑重对当天影片内所提到的人事物说一声抱歉，不用原谅我。都是我的错。无5万外界观众戏，这1个月拢是伫咧出来休困。文书张小燕嘛出手给斗3工。过了几天，感谢小燕姐陪老婆替我理性分析，理出对策，继续照顾团队生计。黄子佼甲家己的人生跳做3个阶段，1.0版本的戏受到囡仔时的创伤，活伫咧黑暗内底。正好阮得到孟耿如解救，成功正做是2.0，正能量去搞做人的戏，即马佫一摆互孟耿如。该救回来，进化真做是3.0的版本，会甲手头1个月爱该定条条。安尼这篇破文的时期，敢若无特别经过，除了是终生满1个月，其实嘛是孟耿如的生日特别高。许诺打造更好的老公，玉米爸是我现在仅能给你的礼物。不哩个2万多字文章，内容是反起反倒，互网友是看甲无煞煞。佮有 PTT 的乡民用110字来整理伊这篇破文，佮甲重点列出来，有的民众该支持、该加油，不过同款嘛是有真侪人无想要佮改听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